上帝啊，你的主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美离你是果的知音的，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我们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我们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主爱服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咱三甲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24首，我心学了至高上帝。咱三甲的用心的改变，做咱的信仰告别。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教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心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甲来用上帝的话来启应。启文第2篇，也就是诗篇第1篇。启文第2篇，无趁歹人会计无？无坐亵渎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
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万权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学了你。我要伫列网中讲起你的荣光，伫万百姓中讲起你奇妙的所做，因为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阮的心要因为野花来欢喜，因为救阮的上帝来喜乐。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找紧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做阮的救赎主。亲爱的主，感谢你是家顶的宝血，洗清阮一切过犯甲过失，搁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内心有换新正直的神。互阮的生命会当不断互你更新甲改变。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将阮的国家仰望你，求你会怜悯主爱施乐伫阮的国家，求你的圣洁公义伫阮的国家来掌权，求主赏赐阮的执政团队有智慧、信心、公义、能力，带领阮的国家不断来向前迈进。求主除去伫社会中侪假的消息、诈欺以及所有的不公不义。求主赏赐所有的大专青年，拢有智慧，伫这 AI 的科技的世代，会当挽靠主你，赢过一切挑战，会当成做社会、国家、教会未来的栋梁。亲爱的主，你是阮的气力，是阮的石盘，是阮的盾牌甲冠带。求主帮助阮，阮无论做甚物，拢计是为主你来做，互阮会当活出基督的形象甲样式。亲爱的圣神，求你充满阮，来提升阮，扩展阮，互阮伫至圣的真道不断来造就家己，保守阮家己，常常伫上帝你的听的内面，互阮的生命会当结出丰盛的果子，成做侪人祝福。愿一切颂赞、恶乐拢归乎你。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手中的重奏，因要用 Amazing Grace 来献奏。
咱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3节。路加福音14章25节。即阵人甲耶稣做阵行路，耶稣越过头来甲因讲：缀我的人若听家己的父母、某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也过疼我，袂当做我的门徒。要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袂当做我的门徒。恁中间有人想要起一个塔，兼无大声坐落来，估计看有够钱通完成工程啊无？若无安尼做，伊拍地基了后，煞袂当完成工程。所有看到的人会甲伊踢笑，讲：即个人有开始起，煞袂当完成。啊是有一个国王要甲别个国王交战，伊减袂坐落来，想看伊会当用1万的兵抵抗有2万的兵的国王啊无？若知影袂，伊为趁迄个国王枵伫远远的时，找见使者去甲伊讲和。共款，恁中间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以上愿上帝赐予咱所读的话，遵伊的真理去行的。讲到今日台南大专中心的主任高比牧师，伊要传予咱的信息是背十架的门徒。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的经文，搁一遍邀请咱大家来反省这个做门徒的意义。总是今仔日的经文，咱若详细来听，咱就会感觉讲，这实在是非常的凄惨。因为伫短这个80个经文中间，咱看见什么？咱看见耶稣伊讲3遍，你若无怎样，就袂当做我的门徒。咱听着这个话，咱咧想什么？咱咧想，军队基督做门徒是一件非常严厉，也个极其牺牲的事。总是，咱若将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24节，这个大宴社的比喻，若甲伊放入来作为考虑，咱会发现，检采做门徒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伫大宴社的比喻当中，这个宴社的主人，伊原本所邀请的人，用着各款的理由来提示，无爱加入参与这个宴席。话甲伊讲，我拄仔买牛，要去试看卖；话甲伊讲，我拄娶某，我无法度去这个宴席。这文字感觉，互人感觉这个比喻中宴席的主人真歹斗阵，所以大人拢要闪避伊。对，一点点仔都无毋对，因为耶稣所呼吁的道路是一条歹行的道路，因为伊邀请咱将生命的中心对迄个追求自我的成功，转倒转去追求一个上帝国的宴席。耶稣伫这场比喻中间暗示，愿意踏这条道路的人，就是接到一场上帝国宴席的这个邀请函，也就是愿意用性命来跟对基督。所以咱怎样讲做门徒是一件喜乐的事呢？因为真正做门徒的人，伊看有啊，伊真正感受到啊，耶稣所讲的迄个上帝国的意义是啥物？伊真实的经历到生命的根基，还有意义，拢在伫上主。因为喜乐并毋是靠换取啥物，也是体验啥物来得到；富足嘛毋是靠掠条啥物，也是掌握啥物来体悟，乃是透过付出，还有分享，来去活出上主放伫咱每一个人心中的迄个使命。
耶稣所呼吁的道路，不止真歹行，更加无比这个世界来看重。今仔日经文清楚的指出，应答耶稣邀请的人所必要付出的代价。咱来记住，牺牲甲分享，将来毋是一件简单的事。跑走基督徒门徒的道路，时常会有一种感觉伴随伫中间，就是有够痛苦，有够痛苦，总是相时也有够满足，有够满足。这种矛盾的感受，甚至有时会互人感觉想要放弃。总是今仔日的经文拄好为着这个来，伊要安慰一切用性命决意要跟对耶稣基督的人落尾。耶稣，咱要伫耶稣的陪伴的下底，成做一个喜乐的门徒。也即20世纪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伊提出两个观念，也就是廉价的恩典，也佫有宝贵的恩典。这两个相对的观念，特别提起咱甲各种的这个信徒，因为咱强调这个因信称义，所以容易互人误解。信徒伫领受洗礼了后，就完成跟对耶稣的任务。总是事实上，洗礼只是做门徒的开始。基督徒需要一世人不断学习跟对耶稣，那亲像耶稣将伊家己的性命奉献予咱，咱也将咱全部的性命奉献予基督。不过，咱来看今仔的经文，咱会问一个问题：耶稣的要求敢有合理？特别第26节的原文，互咱看咧更加戆硬。这个原文是安怎讲？这个原文是讲，一个人若无怨恨家己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就袂当做我的门徒。特别这个怨恨这个字，互人看到会惊吓。总是耶稣的意思，绝对毋是要爱人充满怨恨的来跟对伊，因为伊家己有教导，爱疼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的意思是啥物？耶稣的意思是要跟对伊的人，必须爱将对上主的疼，对基督所呼吁的道路，放伫伊的生活的中心，放伫伊所有代志一切的顶面。这则经文清楚来描述出看重基督超越一切的意义。兄弟姊妹，伫耶稣所生活的犹太，也佫有罗马的这个世界内底，家庭也是家族，不只是情感的归属，更加是个人的身份、社会的保障，甚至一个人的健康也是见效，拢甲伊的家族有关系。耶稣对伊的门徒讲：“恁袂使疼这些物件，赢过疼我。”耶稣咧甲咱呼吁什么代志？耶稣咧甲咱呼吁，做门徒的人袂使欢喜介意社会的主流的价值，也佫有期待，介意家己性命生存的保障，介意家己的政治的立场，赢过耶稣基督。耶稣要求门徒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这话伫当时更加是挑战。十字架是甚物？十字架是罗马处决犯人的工具，代表自己的见效，还佫有死亡。耶稣用十字架来披露这条路，指出跟对伊的道路是有侪侪的震动，还佫有威胁。那亲像是伊家己所做的代志。无被当时的人理解，甚至最后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相反，跟对耶稣道路的人，咱所做的代志，无一定就会伫这个世间来得到荣光，被看见，被学乐。甚至咱之所以去做这个代志，嘛毋是要追求扑克声，
中心的门徒只有要义，追求真正实践上主的心意。换句话讲，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阵，伊是呼召伊来，而且呼召伊死。伊所讲的这个，就是军队耶稣的重量。兄弟姊妹，面对这款严厉的挑战，咱要过问：我家己敢真正对得着耶稣的脚步？要安怎来对？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耶稣照着两个譬喻，甲咱提醒：正做门徒的人，需要怎样来持续学习、分辨上主的心意。耶稣甲咱呼吁，爱保持敏感度，爱保持敏感度来迈进。理由有二：第一，对着咱生命处境的转变，咱会发现，日子正做门徒的决定，毋是一遍决定，是每一遍对着你生命处境的无常，你就爱个定心来决定，伫这个中间一路来进行。第二，门徒是伫世界中间咧实践信仰，世界的价值甲耶稣的价值拄好倒变，世界充满风险，咱做人的随时有可能去互诱走，随时有可能会分心。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建筑师，也佫有国王的比喻，表面上看起来爱人计算清楚家己所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心中考虑则道理，总是实际上毋达安尼尔。这两个譬喻的共通点伫倒位？这两个譬喻的共通点伫个建筑师甲国王，拢对家己眼前的处境保持一种敏感的判断。这款敏感的判断，就是耶稣呼吁所有的门徒爱效仿的。亲像是马太福音中间，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阵，甲因讲：我找恁入去世界，咱亲像羊群进入这个豺狼的中间，所以恁爱忍脚亲像蛇，恁爱善良亲像钱啊！伫路加福音中间，照着耶稣的呼吁，伊要爱正做门徒的人，时刻注意家己是毋是过度去互世界来同化，过度去互世界来统治。那安尼就失去门徒身份的功能。耶稣用什么来譬如门徒的功能？伊讲门徒那亲像是盐，盐本底是好，总是盐若失去伊的气味，伊就完全失去伊的功能，只好甲伊ฮ็掉。耶稣讲有耳仔通听的，就应该听。所以咱就爱操练家己的敏感度，辨认家己，也辨别咱的信仰的群体，敢有持续行伫这条军队基督的道路顶悬，还是咱已经走偏去？只有时刻反省、调整的人，才会当持续来回应上主的心意，得到应允来去进入这个上帝国的宴席的中间。兄弟姊妹，耶稣爱咱选择伊的道路，就算检测看起来，甲社会的期待倒摆。就算这条路无光彩，总是却是上主所看重的路。耶稣伊的言语非常清楚来表明，做门徒的人必须爱时刻做好准备，随时放落，引诱咱伫世界的道路底悬分心的事物。咱追求财产、追求地位、追求自我的这个完全。甲家己生存的这个保障，这事固然是非常的重要。总是当咱看重因，过头看重基督的时阵，咱来记得今仔经文33节，甲咱呼吁的，
就爱将一切放落。这种将一切弃杀放落，表面上看起来叫人失去一切的保障，总是事实上却要互人对世界的捆绑中来挣脱，调用耶稣所呼吁的迄个性命来迈进。耶稣讲：“恁若无安尼做，就袂通做我的门徒。”今仔是大专的主日，我家己伫大专的服侍已经进入第6冬。服侍哪久，我就哪感受到这份的重要。对生命的阶段来讲，大专拄啊好是一个人思想迈向成熟的这个关键的期间。一个人要成做什么款的大人，伫大专的经历有重要的影响。伫今年的暑假，阮办公室搁一摆来开会，重新写了大专服侍的目标，就是培养青年成做信仰旅途中迄个的朝圣者。信仰旅途的朝圣者，阮毋茫，阮伫个短短4冬也是6冬所做的工课，会通来影响人一世人。所以，阮邀请这的少年囡仔，将因生命的目标重新来定位伫活出耶稣基督的使命。下面我有一段时间要邀请阮大专的学生来分享因伫中心的学习，也佫有反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陈其伟，然后今年是成大3年级的学生。小的台语就是真的不太行，所以请大家接纳我用中文来跟大家分享。然后，首先是真的要感谢东门教会的每个人，长期以来对台南大专的支持与奉献。透过这2年在大专的经历后，我明白这个机构、这个地方，不只是我们大专中心的任何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打造出来的，而是在地的每一个教会、每个人小小的愿意所共同建造的。接着，我个人也想向东门教会的你们说声感谢，因为从大一开始，我只要周末有在台南，我都会来这边做礼拜。到现在我还不会忘记那时候秉熙牧师很热情的接待与邀约我这个大一新生。那顿迎新活动的晚餐真的很好吃啊，还记忆犹新。那是我刚来台南第一顿的牛肉汤，印象很深刻。然后刚刚也很感恩的是可以看到这么美的一个手中琴演奏，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手中琴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弹的，一个人就拿一个颜色，然后在自己的音的时候就定一下。现在看到这么专业的才知道，哦，原来专业的是怎么表演，真的开了我的眼界。而说到台南大专的关系，到现在为止，大概对我来说分成了3个阶段。首先是疑惑与认识，在大学前我完全不知道长老教会原来有大专这个组织，因此当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一直挺好奇这里到底是在做什么的，这里的团契到底跟我平常在母会的青年团契差别在哪里。因此就这样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参与在团契中。那时候最有印象的是，因为团契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大家各自的内心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因此在某天的下午，大家都相约在辅导的家里面，敞开心胸的聊聊天。那次真的是有点被吓到了，想说大家聊天是可以这么直白跟坦白的彼此沟通吗？那天的我大概就只能坐在那些学长姐中间，然后喝着饮料，听他们聊天。那时候台南大专就成为了我在大学的社团生活跟在台南的主要的团契。除了每个礼拜的团契外，在经历了开学、圣诞跟毕业礼拜，还有一些寒假的神研班与联合团契生活营，再来就是教导我们不只成为宣传大专，还有这个信仰见证人的学生大使，以及带领国高中生一同查经的培根营，还有成大团契的生活营。渐渐的，
这里跟我的关系变成了建立以及放松。我好喜欢来到这里，然后并且跟大家也越来越熟，听到了好多大家生命的故事，让我能够体悟到，我刚到台南大专的时候，有一位学姐跟我说，这里的人每个人都充满着故事，并且了解为什么许多学长姐都这么爱这里。此地也慢慢的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很核心的中心。回应到今天伯恩牧师刚刚所说的，对于我来说，如果你现在问我人生的目标跟意义是什么，我现在的答案可能是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认识这位主，然后活得越来越像这位耶稣。因此，这里真的是给我这位信仰的朝圣者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对我来说，大专已经在这部分做到了很多了。所以，如果你问我大专要怎么简单的诉说大专这个地方实际上到底做了什么，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经过这2年的相处，现在我如果用一句话来阐明的话，应该是给神使用来承接学生的软弱与赐予盼望的地方吧。在这里，我不仅学习以及经历到团契的真实和帮助，也慢慢被解开自己封闭的内心，开始愿意将自己的软弱与苦毒交托在团契里面。曾经的我不太相信人，也不太愿意跟人说自己的真实与软弱，因此是大家一次次的真实的分享，以及诉说自己的软弱时，我才开始愿意跟别人说我自己的故事与自己真实的想法，是那个我连家人都不太说的。那时，我想这里已经成为我的家了吧？真实的感受到，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使我们成为共同的肢体的那份关系，并在持续成圣的路上，大专真的是扶持了我前进了很大的一部分。在今年的7月，就是大概2个月前的培根营中，我带着一群国中的小朋友查经。因为他们是国中，所以一开始有点遇到一些困难。但在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我看到那群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愿意诉说着自己最近面到的困难与苦恼。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吗？或者是说有一句话就从我心里跳出来说：神不会放弃每个孩子。然后之前也听说有一位大专的 BT 曾说，大专是可以接住任何人的地方。因此我想这真实的应验了希伯来书13章5节所说的，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回过头来看，想必这是我带领的那群孩子，不只是我带领的那群孩子，我想我自己也是那位恩慈的主所不抛弃的那个孩子。因此，愿这小小的分享能使各位与我一同看到这位上帝在大专所行的那种种奇妙的神迹。若您更好奇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翻开周报中所夹的特刊，里面有更详细的说明我们大专的各种资讯。若你认同这里，然后也有小小的意愿支持这里，周报中有奉献袋，或是扫描特刊中的 QR code， 每个月定期的小额奉献，都是对我们共同建造大专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也再次祝福各位平安。兄弟姊妹，上主使用大专中心也透过正兄弟姊妹三界的支持，来建造一个信仰的共同体，在这个中间，互足侪人通来拄到耶稣基督，来改变伊的生命。今仔日，耶稣也借着这段经文，搁一届呼召咱，拢来接落这场上帝国宴席的邀请函。三界来跑走一款门徒的道路，活出耶稣基督伫咱每一个人心中的迄个使命。陪十字架的门徒，是伫逆境甲痛苦的中间感受到喜乐；陪十字架的门徒，是伫见笑甲看轻的中间发现意义；陪十字架的门徒，是伫失去还阁有消退的中间找到丰富。兄弟姊妹，这就是行伫耶稣道路顶悬的奥秘。咱所盼的，毋单是重大，更加是咱在世就带身担着迄个上帝国的滋味。咱三甲来祈祷。
陪伴阮行世界道路的主，阮感谢你，诚做阮的无权，伫阮的前，伫阮的后，拢保护阮、保守阮，用你的疼来激励阮的热心，搁一摆有动力，三甲来承担即个沉重的十字架。祝阮为这献上阮的感恩，恳求你接受加天做的智慧，也搁恩典，伴阮伫即条路上，大心来担着迄个上帝国的气味。阮安尼同心来恳求，靠主耶稣的名，好的。咱三个已经回应的诗，圣诗524首，主基督，你的担，阮着担。咱三个用甘心道的心来奉献。
大家请坐。咱做伙来关心咱教会一寡事项报告吼。本礼拜的北溪的圣经学堂，咱的进度是到马太福音第9章18节到38节。欢迎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伫线顶做伙来读圣经，也会当进入到小组，会当来彼此分享。再来欢迎几位的会员一刷入来咱教会吼，一个是黄慧珠姊妹，这过来是伊的后生吼，许光伟兄弟。再来是咱伫遮聚会真久吼，伫夫妻小组的蔡维竹医师，伊的太太陈宁顶回来伫咱遮信用个别，所以欢迎这两个家庭会当加入来到伫咱的教会。再来，咱即礼拜请是咱的部会周吼，所以请各位部长调开咱的部会。后礼拜咱要开中执会，所以请各部会当将咱的报告资料伫拜三进前吼，拜三进前交互咱的干事会当来准备。再来，即礼拜是咱的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吼，所以今仔日咱搁一摆欢迎高牧师伫遮代表台南大专中心，甲咱做伙来分享。咱的老牧师前往伫看西街教会伫遐做高华讲台甲专题的演讲吼，所以也请大家为牧师的服侍出入平安来代祷，也请大家做伙为咱的台南大专中心伫遮来关心奉献甲代祷吼。另外讲过一个吼，那咱的厝里有囡仔，搁来要去读大学的吼，请大家也会当将因的学校的资料。伊要去读倒一间大学，怎样来联络即个囡仔，会当来伫办公室遮留一下资料。阮会当请各所在的大专中心，差不多每一间学校拢会有团契，拢会有辅导，会当帮助咱遮拄要去读大学的囡仔，互因会当伫遐适应遐的环境，也会当有学长学姐吼伫遐做伙来关心，互因知影倒位会当食好食的。嘛会当知影讲到啥物时阵会当有团契聚会的时间，互因去到外地也会当正常有团契的生活，互因的信用会当得到造就。所以欢迎吼，若是咱兜有囡仔要去读大学的，会当将因的资料搁互我会转互咱各大专中心会当继续来关心吼。再来第三项吼，咱的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吼有得奖的，伫9月27下昼2点有要伫遐来演出吼，若有需要买票的兄弟姊妹，请咱会当伫办公室遐来购买，一直到9月21来查止吼，所以你若有兴趣要来听因演出吼，伫基比博物馆的音乐厅，伫遐有表演。你若有兴趣的，请咱会当到办公室遐来买票。好，过来今仔日开始吼，咱黄浩良牧师伊的话典要开始啊吼，为9月就是今仔日到9月27，所以等下礼拜煞了，咱会伫后壁101的展场伫遐做一个开幕的感恩祈祷吼，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当做伙来到后面伫遐来欣赏吼。咱过去顶边黄牧师的展览吼，大受欢迎，大受欢迎黄牧师嘛会真用心甲大家介绍伊的作品吼，所以邀请大家会当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亲朋好友，会当做伙来欣赏。等下咱会伫后壁有开展的祈祷会吼。再来9月20是咱的主日教师的演习会，是咱的老牧师甲牧师娘来主讲。特别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报道，牧师娘也会分享要怎样做一寡创意的实践。所以欢迎咱的主日同工会当做伙来学习。也邀请咱各团契吼，咱会当来参与伫老牧师专讲的部分吼，以福音为中心的报道，咱会当做伙伫遐来学习。就是咱的事业步道啦吼，所以会当做伙来学习怎样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分享咱的见证，互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时间会定伫9月20下昼2点半开始，所以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参加伫咱的双大教室吼。再来，咱的北溪的人文讲座吼，第5讲吼，为苏格兰教父的摩萨，咱要请到咱的迄个
李洪奇教授来主讲，有赵慕明老师的回应吼。所以你若有兴趣的，请咱会当到办公室遐来扫 QR code 来报名吼。时间是伫9月21号，是主日礼拜的下昼2点到4点，伫咱的大礼拜堂遮吼，所以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再来有第6讲吼，是咧讲人甲土地吼，探索台南定根本土的价值。即场会伫东林教会9月24伫东林教会，邀请新代的副校长吼，陈玉女副校长，甲咱的公报社帮社长伫遮做伙来演讲，伫遐来回应吼。共款，咱若有兴趣的，嘛是到办公室来扫 QR code 来报名吼。再来，咱集体关怀的消息吼，咱恭喜蔡姓家长了吼，因的后生献德甲新妇品文，伫8月17的时阵得到一个红婴仔吼，是男婴吼，我不要念蔡宇珍吼，咱拍鼓恭喜姓家长了。为因的新的家庭来祈祷吼，伫咧养饲红婴仔的过程是真无简单。也愿主保守因伫生殖的生活，也会当拢平安顺利。好，今仔日咱有2位来宾吼，头一位谢明道兄弟伫迄边，请咱站起来，互大家实在一下吼，欢迎欢迎，请坐吼。伊住伫中英路这边吼，伊的后生其实是咱的会友啦吼，因为长期住伫高雄吼是。谢日英兄弟，毋知影大家有印象无吼？因为伊久长拢住伫高雄，今仔日吼带爸爸来遮做礼拜，爸爸呢前一阵伫新华教会已经领受洗咧，咱嘛甲伊恭喜哦。欢迎伊会当来到伫咱当中嘛请兄弟姊妹等下会后会当下面彼此来熟悉欢迎伊也会当伫遮参与咱的团契，参与咱的礼拜吼，住较近近吼。搁一位是林德惠姐妹在哪边？欢迎这是位台中来的吼，吉丰教会来的姊妹欢迎咱伫会后也会当彼此来请安。以上报告。咱做来念本周的经句，伫路加福音14章33节，我先念一解，然后咱做来念2解。同款，恁中间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章33节。好，咱做来。同款，恁中间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路加14章33节。过一摆。同款，恁中间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33节。咱三甲来吟祝福册卷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线，请高本牧师祝祷。
但愿爸、囝、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用伊搬过人想象的稳定，还有平安，带恁行掠世界实践信仰的道路，对这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